大家歡迎收睇2025年10月4號星期六下午2點嘅颱風速報預測時間係下午1點21分。天文台中午12點20分發出3號強風信號。我哋而家嚟睇最新風暴消息。根據現時預測路徑，麥德霧會逐漸增強並移向雷州半島一帶。隨住麥德霧嘅靠近，本港嘅風勢正喺度逐漸增強，與其相關嘅狂風驟雨正係影響緊南海北部。3號強風信號最少會維持到今晚10點，隨後天文台會視乎米德霧嘅強度、與其嘅烈風圈與珠江口嘅距離及本地風力變化，評估是否需要發出8號風球。本港今日逐漸多雲，有幾陣狂風大驟雨及雷暴，大雨逐漸增多，海有大浪及湧浪，小人天南邊及停止受水上活動。好啦，我哋講咗咁耐咧，我哋而家咧就嚟睇下個風暴路徑。現時下午2點，強烈熱帶風暴麥德霧集結喺香港之東南約500公里左右。我哋而家嚟睇下路徑，佢預測預報圖。好啦，咁呢隻颱風速報就到呢度啦。咁我哋咧下午5點嘅下午颱風監測再見，係咁先，拜。